转调。我要时时学乐摇花，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情要因为摇花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摇花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我捌求摇花，伊就应我，救我脱离一切通惊的事。因抬头看伊，就得到光明，因的面永袂见笑。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准备好要一起来敬拜神了吗？好，那我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准备好要跟你一起来敬拜神。准备好要跟你一起来敬拜神。虽然今天时间跟以往比起来有比较提早开始，但时间不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亲近神，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赞美他。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
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真诚的心，我相信神一定会喜悦我们的敬拜。心
罗马书11章29节这样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他。让我们再一次对神说：主啊，我们的生命要献给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的宣召没有怀疑。但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要献给神，我们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他。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如何为我们舍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埋下你，我都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求神再次给我们有奔跑的这个力量。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我都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
在人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你是那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主，你是那真实良善的神。主啊，我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将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枷锁献上在你的面前。我相信神，你会为我们挪去我们一切的不喜悦，一切的重担。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你。愿你的恩典更多的在我们身边，愿我们能够将你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世界上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成为世人的榜样，将你的福音传扬给更多的人。主啊，我们要将我们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摆上在你的手中。主，愿你掌权在这里，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节。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65首，圣诗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俄勒称呼你尊名，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天
是咱甘心出声，用新的界面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有下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有一个好的天气，互阮有份来到主你的圣殿中，三甲来敬拜你、学乐你，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才做阮生命的勇士。主，阮感谢你。今日是阮中文教会的会员大会，感谢你带领李正启牧师来到阮的当中来主持阮的会议，恳求主你也教阮的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拢有份来到伫圣殿中参与伫好会的当中，也互阮来了解咱教会的规划甲阮的意向。恳求主你教阮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也引带阮的脚步紧紧来到伫教会的当中来敬拜你。恳求主你互阮的会员大会是有你的恩典、你的灵，教阮三甲伫地，引带带领，互阮规个顶事拢有主你的保守。我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请坐。即时咱来掀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圣诗后壁面启应文，今仔日要来读38篇，也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即是迄条我来启，请咱大家来应。我设使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我设使做先知。搁设使有招庇的神，到野来移山。我设使尽所有的来征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因爱是够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因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咧看，模糊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只是因为咱今仔日是会员合会，所以咱的定数有小可调整，请咱摕出手中的周报，我来报告。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48人，现金3160块；主日下校出席12人，现金218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0人，拜三基督会出席8人，拜六上联团契出席7人，拜六青少年聚会暂停。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要邀请陈淑安牧师，司会是黄志强长老、司琴刘安琪同学。同德黄明勇长老、林宏正长老，敬拜第二组，
电子琴车黄恩婷姊妹，主义二第二组，导播音控是黄家乐甲刘安德兄弟，电脑的导演是郭香婷姐妹，超台有萧桂敏甲麦雅树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乐甲谢安南兄弟。下周的周间时间分配，拜一的妇女团契咱暂停，拜三的基督会敬拜是黄志强长老、苏琴、刘美照姊妹，咱要为王雅玲执事的家庭来代祷。拜四中日探访的家庭是钟素丽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是黄定秀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主理是黄家乐同学，敬拜张嘉恩同学，破冰是杨仲成同学。因的内容是脑力激荡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圣经要读创世纪41章25节到36节。题目是人，神重用的人。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节。咱台语甲华语做伙来读。台语请。但恁伫凡事亲像信心、口才、拢总会热心，以及恁的跳跃，这个事既然充满，就伫这有开也着充满。华语，既然你们在信心、口才、知识万分的热忱，以及我们对你们的爱心上，都胜人一等，那么当在这慈善的事上，也要胜人一等。教会的消息：第一点，基主日上午礼拜举办会员大会，感谢李正谦牧师前来本会主持会员大会甲讲道，愿上帝赐福伊的服侍。第二点，基主日举行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礼拜时间咱提早伫9点20开始，接落2025年完成事工，2025年年度决选。甲审查2026年的有议定事工，2026年的年度预算。请兄弟注意礼拜的时间。咱伫金主日礼拜后有伫1楼来举办爱餐，请兄弟留步来用餐交易。爱餐服侍的当天是列秀员姊妹甲妇女团契来服侍，也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第三点，下主日3月8号，咱要来做会计的报告。2月份收支销目，搁要举办3月份的庆生会。受请的名单如下，请咱家己来看，也愿主赐福因生日快乐，福杯满溢。第4点，3月15礼拜日是本会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咱的妇女团契要带领礼拜的定时，请为妇女团契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5点，后一季的3月到5月的事工轮值表已经排好，请服侍的同工到外面的东直道来客。第6点，下主日的正道，咱邀请陈淑安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无够谨慎的先知。圣经的范围是列王纪上13章，要为11节读到应该是2，这个应该有误啦，我们再自己来看。这是我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月电现金9人，金额25000块；感恩现金6人，金额6500块；为着建堂现金7人。金额1300块，为着妇女团契现金1个人2000块，为着青少年团契现金1个人500块，为少年团契现金1个人500块，奉献的总计是35800块，请咱做伙起立来念奉献诗。
请坐。即是咱来读今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9节，听着我来读。兄弟啊，阮将上帝所赏赐伫马其顿遮的教会的恩报恁知，就是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因会大欢喜，甲因会极爽享，有给我真因大大的好心。因为我甘情，因家己甘愿照因的力量，搁过头伫因的力量，恳切求愿，互因得到遮的恩，来三角有份伫服侍圣徒。搁毋若照阮所愿望，就是大声将本身献互主，也对上帝的旨意献互阮。第6节，所以阮款摕倒，伊既然有提倡即个恩惠伫恁中间，就着照安尼，互伊成。当恁伫凡事亲像信心、口才、财物拢总会热心，以及恁会听阮，这个事既然充满，就伫即个恩惠也着充满。第8节，我讲安尼，毋是命令恁，是对别人的因循来试验恁仁爱的实在，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好业为着恁诚做颂香。要互恁对伊的颂香来成做好业。圣经读到这，咱请李正天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彼此分享的教会。我所敬听的丁守长老，甲咱中教会小会员正长式吼，也叫有看到我所敬听的处长老吼，今仔日30几年后，佫去面迄个处长老吼，去所有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恩典，伫这圣个美好的主日，会当来到咱中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一路对凤林路行来，因为我徛喺伫三明区的所在。这条路是我32年前吼，1994年的暑假吼，会往回我的厝吼，行的路迄阵离咱中教会是熟啦吼，虽然无真长的时间，大概2个月，迄阵吼，我嘛毋是戆胆，是条我甲帮，迄个我是帮牧师吼，方光元牧师，我讲牧师会当搁我留落来。一2礼拜无，因为迄个新人伊9月中较开学，讲好啊，欢迎啊，但是无迄个写了，讲我知影咧，安尼趁吃趁喝2个礼拜，我想较即摆想起来讲吼，较早吼真正是做毋捌代志吼，毋捌代志当中吼，其实有上帝就是带领引带吼，无共款的学习甲经历，这个拢诚做伫生命服侍当中的营养分。所以真感谢主会当有即个机会来到咱中教会，搁一个甲咱小会员同工。我毋知，我想上帝是对我有搁要紧的提醒甲帮助，特别今仔日看起咱遮个青年咧带敬拜是心深深受感动。搁一项吼，看起咱师父的第7事吼。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青年台语讲遮尔水的吼，真正无简单吼。咱教会真够栽培。我的大查某囝吼，上大学4年吼，台语可能嘛讲爱搁对袂着吼。即阵有真好啦吼，伊即阵拢会教台南的阿嬷吼讲台语。我感觉讲台语诚水，但是吼囡仔咧学语言的过程吼，就是伊中文无问题啦吼，英语嘛袂歹吼，即摆搁咧学手语啊吼。这台语吼，因为吼伊个环境较少较少对迄个，因为读高师大特教系，讲台语的机会无真济吼。但是伊对阿嬷咧学吼，搁伫教会吼咧进步吼。我想伫信仰的生活嘛是共款，互咱会当把握，无论伫教会伫信徒的相向当中，
主要互咱彼此诚做祝福，做伙着经验伊的疼。这是亲像主耶稣，伊真正是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诚做人的款式。即站咱来服侍，咱体会到其实对主的认捌，其实是真无够呀。可能行一步，可能较认捌，其实发现讲，哇，原来主的疼、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开达是个尔啊广阔，总是袂紧，互咱一步一步对主来行。你着要经验到，祝福咱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超过咱所求所想象。咱同心来祈祷。喜欢听台湾的宝贝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而且善个美好的主日早起时，阮中教会的兄弟姊妹抱着感恩的脚步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困。阮心上深深意爱恨慕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位主捌伫十字架顶，为着你我，为着世间所有的人，担当一切的罪责，牺牲流血，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到听阮的天父上帝过好，深深体会着天父上帝对阮世间人迄款长阔关心的疼。也感谢主耶稣有赏赐圣神保惠师内住伫阮逐人的心内，这是圣神所欢喜喜的点。因为有时阮真正是真愚戆，无法度体会到天父上帝大疼痛，就好亲像阮做囡仔时，常常掠家己的意思，无法度体会到父母对阮的疼是遐尔啊苦心。迄尔啊长远，总是长远年岁若加天，长远目睭若深，阮就知影主你的疼，真正是超过阮所求所想象的。阮一生会当做你的囝儿，是阮一生上界大的恩典甲福气。也感谢主设立你成的教会，伫大中分的所在，互众兄弟姊妹会当伫主的家来经验你的疼。也伫信徒的相通当中，彼此三激励、三扶持、三带导、三关心、三疼痛，来行这条永远的天路，经验着大牧者的引带，也彼此诚做祝福。感谢主，而且神的指引，阮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施恩伫所有兄弟姊妹，以及阮所带导关心的肢体，互因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得到恢复、得到讨帮。拄着困难的，也得到主的同在，通开路；也拄着恶的选择的，主你的智慧、聪明、能力，赏赐伫当中，会当行入你的心意。节阮所毋知讲袂出的苦痛，也因为主你超过阮所求、所想象的疼甲恩典，互阮就得到帮助，得到恩惠甲开展。但即时，阮也恳求主你亲自对你的羊来讲话，你知你的羊的欠缺甲需要。主你亲自来牧养，亲自来养饲，亲自来看顾甲带领，也透过你微微罗卜的喙，也当成做你恩惠恩典流通的管道，互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造就甲利益。阮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有时啊，分灵机要失事对倒的时候，分灵机顶有四个乘客4个人客，但是这个分灵机顶拿3句讲落线。头一个这个乘客是迄个心脏外科权威的医生伊安尼讲，我的病人需要我，所以伊就摕一句讲落线，穿了后就安尼跳落去。第二个是一个太空的科学家伊安尼讲，我是全世界上界聪明的人，我的国家需要我，所以无阁讲第句话嘛，摕一句讲落线，穿了就安尼跳落去。这个分灵机顶剩一个，即时剩一个老牧师甲一个童子军安尼。这个老牧师就甲这个童子军安尼讲，囡仔兄我年纪已经真大嘛拢早就准备好势要见上帝即句讲落线你就起用吧。迄个童子军听了这个事就马上立正站好，用真有元气的声音甲牧师讲，报告牧师。阁有2句话讲落线，因为迄个全世界上界聪明的人摕我的背包就安尼跳落去啊！亲爱兄弟，我想我拢想要做
全世界上界聪明的人，总是就亲像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章16、19、17节所讲的：兄弟啊，试看恁的受调，只有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有权力的也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的来互智慧的人见效，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来互勇壮的见效。感谢主，咱拢是有福气甲智慧的人，因为主耶稣有拯救咱，也竞选咱。咱也掠主耶稣基督做咱性命当中的至宝。上帝也想是以活命的话来帮助咱，互咱当行入这条永远的天路，会当活出迄个丰盛得胜的性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会当成做主的囝儿，也会当成做主的教会一份子，是何等的福气！特别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年宣告已经有161周年。全台湾也是讲遮离岛，甚至伫国外有1000几间的教会。我想咱拢咧见证一个个真可爱的事伫咱的当中。总是咱无分彼此，因为主的教会当有一个，咱拢是真做主肢体的教会，也真做一个信仰的共同体。也愿咱会当伫即个信仰的共同体，上时是听的共同体。会当成做彼此见证主恩典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就好亲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侪侪无共款的肢体器官一样。亲像你看牧师有目睭、有鼻仔、有喙，有两只脚、两只手啦吼。今仔日看去学长了咧抱伊的孙非常的鼓吹吼。其实上帝透过囡仔细囝，互咱真侪祝福。其实咱来看。上帝创造就是遮尔奇妙。大家人虽然拢无共款的器官甲功能，总是遮的功能无相同，但是因为是伫一个身体的顶面，所以彼此的关系啦是非常的密切，是性命的关系。好亲像你可能胃肠无好势，你整个人就无轻松。你目睭可能也不舒服，你心情也袂快活呢。所以这器官虽然无共，总是伫同一人的身上，咱通讲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是性命的关系，这就叫做是共同体。咱看伫初代教会，因也因为共一个信仰，所以成做一个共同体，佮进一步会当成做彼此分享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基督教会是对五旬节圣圣诞以后才开始的。当时的教会，咱真习惯称作是初代教会，或者是称作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总是照着教会宣告历史的进展，随着使徒保罗先生伫大马色的路上，又受主的呼召献身，甲差派了，才有较正式，才有较有计划，将耶稣基督福音对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的所在，而且福音所教的所在也建立教会。所以对迄个时开始，毋但有耶路撒冷的教会。要详细有了解外邦地区的教会，总是后来大概伫此后45年左右，伫耶路撒冷的地区遭受大饥荒，包括耶稣基督的教会拢受到大影响，特别伫经济顶面拄着极大的困难。伫即款情形下面，保罗为了要促成当时普世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遮外邦地区的正教会，即个信仰的共同体会当彼此分享。共同分担的精神，所以特别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来用外邦的教会来募款，就是受此奉献。咱思会所咱读这段经文内容，就是描写保罗如何咧劝勉哥林多教会。这间教会呢，伫当时的外邦的正教会当中，无论是教士、人才、属灵文书、经济等等。伫外邦的教会当中，拢是排做头前坎的。保罗劝勉这教会，哥林多教会，会当做伙来为着耶路撒冷教会奉献，这个有意义的行动来付出。保罗特别用马其顿正教会做例，鼓励因来效法来学习。以马其顿正教会伫为着耶路撒冷教会奉献这个事的顶面，是遮尔主动，遮尔积极。遮尔热情，遮尔甘心乐意，
甚至是用拜托的来向保罗争取这个机会。保罗将马其顿正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关心这种美好的见证来分享，给哥林多教会知影，希望会当去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的心智，互因会当做伙关心来参与实践具体分享的精神。这段经文，咱通看去马其顿的教会是甚么款的教会？第一，是一个欠缺有缘愿意分享的教会。伫经文的当中，伫教会历史学家的研究也通了解，当时马其顿的正教会虽然伫迄款的贫困欠缺下面，但是因有缘慷慨来关注奉献，是遐尔甘心乐意。咱知影，当一个人伫经济顶面富足，至少生活会得过时，热切慷慨奉献吼，袂互人感觉真稀奇。独独因为困苦丧乡欠缺时，抑阁会当慷慨伫遐关注，台湾话讲无，阁我都客出来，这就无容易。这是因为因有耶稣基督的性命，因体会到彼此当中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伫遐来分享。所以保罗伊安尼见证讲兄弟啊，我将上帝所赏赐的马其顿这个教会恩报恁知。就是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因的大欢喜，甲因伫极丧享的时，叫我诚因大大的好心。所以伫遐讲起正教会是何等的甘心，虽然欠缺有缘愿意来分享。第二就是奉献，超过亏力所会到的教会。保罗讲因的奉献，毋单照着因的亏力，而且是过头因的亏力。是家己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款超过亏力奉献，通讲是真无容易。除非是主会听感动因，互因愿意彼此甲其体来分享分担。若无照常理来讲，这款超过奉献的亏力非常无容易。头个礼拜进前，我有请问咱郑首长了，咱教会建堂，包括购买土地，大概开费偌济经费？讲大概7000几万，当然咱即马也阁有一寡亲楼合作社伫遐来贷款。所以因为过去捌伫咱教会实习，我知影咱教会兄弟姊妹大概普的经济各面的状况，所以牧师深受感动，特别会当理性的圣殿，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体会到兄弟姊妹恁对主的听，对教会的关心，恁的奉献真正是超过因的亏力所会到的。我相信主，咱的阿爸爸上帝也拢看伫眼内，伊要大大纪念是阮赐福你。第三，咱看起正教会是主动争取奉献的教会。保罗阁讲，因的奉献是自愿，甚至永远来恳求，互因伫帮助犹大的信徒顶面，即个好事份。显然，马其顿教会奉献，毋是照律法规定，毋是表面的应付。更加毋是保罗受到保罗人情压力，可能有人想讲吼，这个马其顿遮个教会吼，因为吼这个保罗吼就传福音互因，这保罗就开喙吼，不得不奉献安尼。毋是圣经甲咱讲，遮个信徒是主动要求、主动拜托、主动亲自来的，是因为马其顿的教会兄弟姊妹深深体会到耶稣基督迄个长看关心的疼。其实，如果咱照当时背景，通知影，这兄弟姊妹所做的真正是无容易。因为咱知影，上帝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啦吼，虽然后来因为背逆上帝，国家灭亡，被四散到各地外邦的所在，但是吼，因拢有家己的族群啦吼，因的宗教、因语言啦吼，犹太人，当然为着生活吼，犹太人真后做生意吼，伫过去到现在。但是吼，其实因甲遮个外邦人其实无特别的互动甲关系啦吼，当然为着生活吼、生意往来，其实他们很清楚，甚至吼遮个外邦人嘛用异样的眼光看遮犹太人吼，因为真正甲因格格不入吼，特别信仰顶面当时是异教真创行的所在，这犹太人呾拜一个神，因为讲拜一个神较有高雅呢。而且你宗教各面吼非常的严谨吼，甲遮个外邦人吼，真跩过哩。
总是咱看起马其顿教会的兄弟姊妹，因领受耶稣基督兄的拍破这的一切，所以保罗也深深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恩怎样临到你这的兄弟姊妹身上，所以你哥林多后书8章9节讲，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好野为着恁诚做颂扬，要互恁对伊的颂扬来诚做好野。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主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本来是坐伫天顶荣耀的宝座，总是为着你我的缘故，伊欢喜谦卑，诚做人的款式，诚做一个婴仔。出世伫一个卑微的家庭，毋是伫即个王侯好野人的当中。圣经讲，伊出世伫马槽内面，所闻到第一口的空气，就是即个遮的马槽遮的无好的味。最后，咱若看起伊为着你我的罪欢喜顺服，死伫十架顶，也经过十架苦路。为了的是要互咱，因为伊的救赎恩典，会当对罪来脱离，会当定生正对天父上帝囝儿甲宝贝查某囝、宝贝囝儿、宝贝查某囝。所以咱看起马其顿的教会兄弟姊妹，虽然世人看是遐尔颂扬，遐人可能过去我想甲现在共款啦吼，现在贫困较经济无够野，应该是人家比较不会看上眼吼。因可能特别伫当时迄款阶级佮奴隶社会当中，总是因深深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怎样为因来出世，为因来牺牲，所以因会当领受了耶稣基督是个救赎的恩典的时，迄款讲袂出迄款的欢喜，迄款的满足，迄款的感恩是一个亲像这初代的信徒一样。所以，当因体会到、听到保罗甲因讲起耶路撒冷遮的兄弟姊妹，其实离因真远，嘛无啥物关系，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文化。现在虽然因为耶稣基督伫主在要讲做一家，讲做一体，但是概简来讲，非常的清楚，总是因对保罗先生所分享种教会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迄款的听。迄款的感动，迄款的怜悯，对因深深来发出，所以因就来关心日种教会。我想保罗也对马其顿遮的兄弟姊妹深深来学习，原来主耶稣基督恩是遮尔长花关心，是遮尔实在。这也是耶稣伫在世传福音的，在世间传福音所讲的迄款彼此相听的教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看起马其顿教会关心耶路撒冷教会时，迄款的彼此的相听，这就是彼此就是互相。你讲，当你有欠过时，我来帮助你；当我有需要时，你也活过来帮助我。这也是教会这个信仰的共同体应该有的精神。所以后来咱看起后来马其顿的教会，这个教会也包括伫当时现在咱所知影菲律宾的教会。因为是一个区域，咱看起后来，这个教会怎样为主发挥大的影响力，甚至互你我也用因来得到福气。现在兄说，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因为有性命的关系，共同的命运。所以一体若受苦，百体就同受苦；一个体若快乐，正其体就分享快乐。因此，今仔日我有软弱，你来扶持我；将来你有需要，换我来帮助你。互咱会当见证正教会伫主机体内面，诚做合一，会当诚做彼此分享上帝的教会。今年阮教会咧开好会时阮的执事嘛真少年啦我想伊讲台语嘛，甲咱地执事嘛不相上下，我真感谢主安尼即个部分。伊咧整理迄个报告时发现讲，阮教会去年有23个奉献主日。一档52礼拜，我超要一半。我来到伫过去服侍到现在服侍，我感觉讲，当然这奉献主义有时可能兄弟姊妹感觉负担，但是我感觉讲，这检测是上帝互咱领受恩典平台一个机会，
奉献甘心乐意，无出嚟勉强，总是互咱有即个机会参与伫上帝国的事工。除了伫咱总会加遮信行以外，阮也有接到一寡外教其他的教派讲遮的机构，包括健身团体吼，因的关心的奉献，还讲基电会等等。感谢主，草的教会吼毋是一间非常大型教会，但兄弟姊妹伫遐吼，嘛无讲牧师甲伊遮尔济奉献主日啦吼。我嘛真感谢主，因为我相信上帝透过遮个咧运行咧做工，所以兄弟姊妹每一届有互咱三关心的机会，是牧师鼓励咱无出嚟勉强。总是有上帝的心感动你的事，你着把上帝互你爱感动，你着要当中嚟经验，嚟主互你的稳定甲丰富。其实草的教会嘛捌经过吼，为着建堂顾地啦吼。我去建堂顾地拢会穿即束西装啦吼。即束西装是10年前我离开我所服侍迄个中华迄间真海教会因送的。我伫遐15冬啦吼。本来拍算会伫遐退休啦吼，无拍算。后来主感动着顾厝人的人吼，因为我是大人，真年纪有年纪吼，所以我着先甲教会讲吼，后要倒来故乡，先甲教会事啦吼，然后互迄间教会当方便找迄个看要聘牧还是传道师安尼。所以后来我离开的是拄加登港传道师来接真实事安尼。真有上面有那个核心教会进正了吼，可能10年前甲10年还好，这个西装还穿得下了吼，提醒我这部分。已经增加的教会，其实我对遐兄弟姊妹吼学习真济吼，就亲像32年前吼，我来咱中教会2个外会实习啦吼，对咱兄弟姊妹新旧学习真济吼，包括玉教长了吼，真华即事吼，近亲姐妹啦吼。迄个帮牧师娘甲迄查某囝嘉柔不应该是彭嘉柔对，佮注意对娘，今仔日来看着注意对娘，应该30几年无看，咱第一年认出来吼，因为较早开早顿店开牛排店，互因请过吼。感觉讲这拢是上帝真做我咧服侍当中的养分，因为我是一个真含慢的人啦吼。因为有一届伫同学吼咧食饭伫迄个总会训练当中吼，伊伫遐讲吼，即个正气牧师迄种风波吼，伫新行伊咧读册吼，遮同学拢足烦恼的安尼，因为吼人足掂的啦吼，唱圣诗佫会走调啦吼，毋知影要哪出来牧会吼。我到伫迄个真开间教会了吼，真为咧关心因因有因一寡的状况吼，因为即站迄间教会牧者。即个看因的教会咧直播的时候，因迄个代志长咧讲吼，因为咧勉励兄弟姊妹，讲兄弟姊妹啦吼，来就为了教会吼，进步牧者爱关心代祷吼，爱着讲起我啦吼。我说到我就特别注意，讲吼迄个李牧师来咱教会时啦吼，迄个足刁滴的吼，佫无外交吼，伊想讲吼，即款人吼，较会来做牧师安尼啦。感谢主，我伫遐服侍15冬吼。我想上帝咧拣选人参与圣工的服侍，就是互咱伫当中经验到伊的稳定的引带，也互咱会当彼此来诚做祝福。特别我看起咱中教会伫设立到现在，上帝真纪念、真施恩甲看顾，互恁。我想恁所伫遮所奉献所做，超过恁所求所想象的，包括伫我即个卑微的人的心中，上帝透过恁也成做我真大的鼓励甲祝福。所以愿主也继续来大大祝福，使用咱中教会里边来的潘牧师以及咱正中心兄弟，会当做伙来同工，服侍主的确无空空。而且要经验主丰盛的稳定甲引带。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做结束。伫过去伫真卡教会服侍时，有一位姊妹，后来伊来教会慕道，成做信徒，后来登记做执事，等我离开进前，伊有担任长老。即个
姊妹吼，这女长老吼，通讲是无容易吼，因为伊过来去我迄个鼻头迄个针，我较离迄个中华迄鼻头离遐一间合并教育服侍。伊过迄个家庭吼，伊的大官吼是迄个当地上界大间的妈祖庙吼，迄个合并宫，吼，迄个当地的宗教信仰跟地标吼，伫大路通路口。起庙的副主任委员，伊本身也来自迄个真敬虔的民间宗教吼的家庭。因为伊会来教会是安怎？因为细汉查某囝暑假想要参加迄个夏季校活动吼，当时迄个乡真阔，差不多前镇区遐尼宽，但是只有3万几个人口，即摆搁较少安尼，17个村，然后有一间学兴基督教教会，一间天主堂。伊个天主堂因迄活动当要收迄个天主迄个因的信徒尔，所以就来参加教会迄夏季校，我进前的牧师安尼，就开始来。这个姊妹来对着查某囝来教会了吼，伊感觉这个信仰真正无共呢吼，当然迄个是伊嘛搁信伊的吼，搁教会加减参与安尼。后来阮伫遐牧会了吼，实在这个姊妹就甲伊鼓励啦吼，迄阵附近的教会有一个义林宣教中心吼，伊组织遮小型的教会，办迄个好的培灵会，搁聘一个牧师。伫遐来规划整个的训练、培灵、活动、演习吼。因为每一间小型的教会其实财力拢真有限，但是大家捡做伙。我就真迷恋吼，在遮兄弟姊妹参加吼，有时暗顿来拢请。这个姊妹吼，伫遐感受着主的疼。每一届吟诗歌的时，拢留到迄款受医治欢喜的目屎。其实吼，伊伫迄个家庭真无简单吼，伊生3个拢查某囝吼。伊的弟夫，伊的助理啦吼，就是伊先生的小弟弟吼，甲弟夫也有生查甫的吼，迄个庄脚足重男轻女的吼，讲这因为大家这以后要芳透的吼，所以这个家庭吼，真正虽然足真大付出吼，吞忍，但是吼，所以查某囝吼，讲伊是迄个台湾的阿信吼，咱就知影这个姊妹说，总是伊入仔耶稣基督的疼吼，伊就拍死无退吼，来决意受洗咧。我会记得一届受邀请去个厝主理家庭礼拜吼，互伊的公公吼当场咧骂安尼。阵我搁算少年吼，带硬去安尼，我这啥物情形？主理礼拜，伊讲你开来我的厝啊咧，因为新妇邀请伊都场面不是很好看感谢主还是过了啦吼。所以你就知影这姊妹真无容易吼，但是这姊妹有一粒单纯的心所以受上帝纪念。我会记得吼迄阵伊就为着家庭的需要吼，离乡里做居家的服务吼，居家照顾安尼。一届伊礼拜了，甲我问讲牧师我甲伊问看卖吼，我讲好要问啥吼，欢迎安尼。伊讲咱教会手报牵迄个加减奉献，啥物意思？讲教会较物加减奉献，伊讲这个10个减吼，加跟减不是加减奉献嘛？加减奉献吼。我讲毋是啦，迄是11奉献啦，迄是11奉献。伊个问讲是叫11奉献。我讲11奉献吼，就是讲咱万物拢对上帝所赏赐，包括咱的心迄个收益经济各方面吼庄脚人吼，拢会做迄个布产做物迄个丢吼，拢上个所以圣经吼，咱照神欢喜吼10分，收益分做10分，摕1分来奉献互上帝，回应主的听。我会记得吼，伊迄个时吼，伊目睭有够大，你讲咱信的上帝遮尔好吼，所赏赐咱的是奉献安尼，我就回应。伊安尼见证讲，伊开始第一个月咧做居家服务的时，收入8000块，伊奉献800块。后一个月伊收入16000块，伊奉献1600块。佮后个月，迄个月收入32000块，伊奉献3200块。佮后个月，迄个月收入来到64000块，伊奉献6400块。这兄弟姊妹，咱知影吼，做居家服务的工课无轻松但是这姊妹真有信心，甚至吼拄着迄个好服务的阿桑吼，老人家吼，身体无好势吼，伊讲阿桑，你即阵身体无好势吼，我为你吼
祝福祈祷好无？还讲好啊吼，因为你知道也学到吼，奉耶稣的名吼，为人祝福祷告，不管有信主无信主，拢袂要紧，上帝欢喜听同时阮，我爱着勇敢安尼吼，迄阿桑祝祈祷，后出去服务的时候，即阿桑吼就厝边隔壁阿桑来讲，我即个甲我照顾迄个美玲吼，伊叫美玲长，人足好吼，伊甲我祈祷了较轻松，无你互伊祈祷看觅。伊生3个查某囝，迄个是拄好陆续读大学的阶段吼，两个拢读台北的大学，住伫遐租厝啦吼，有啥真亲姊妹吼伫台北吼，你也知影台北的物价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啦吼，但是迄段时间上帝祝福伊，互伊因为迄个工课，互伊顺遂栽培3个查某囝，陆陆续续完大课业，伊也带迄3个查某囝信主啦吼。大查某囝、二查某囝，佮带囝婿信主、孙来信主啦吼。老大在台南当老师，老二在台北的市政府当公务员。第三咱潘江军牧师应该是团队应该熟悉吼。伊的先生，伊做牧师娘，伫最低的教会的邵雨诺牧师的牧师娘吼。所以我对这姊妹的心情。也学习到一个信仰宝贝的功课，因为我本身是第4代的基督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恩是长阔关心，会当做伊的囝儿，真正是他一生上界大的稳定甲福气。特别，咱真无容易教主同工，兄弟姊妹同工起做了上帝荣耀的上帝的圣殿。我相信上帝要大大赐福咱中文教会。总是原咱虽然也搁伫有负债当中，总是互咱无失去迄个三听的心。圣经所讲的，你大瓜开去，上帝就要大大充满。你回应主的听的，上帝要用足十足的道，日摇变天顶福气互咱。虽然这段过程的当中真无容易。总是也是相对咱经验主丰富的机会，愿咱中教会也当厝内面会当真做彼此分享主的听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阿爸爸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阮看去中教会对设立到现在，一路有主你的陪伴、侍恩、引带、赐福，阮为这来献上感谢。愿主你亲自纪念历代这的圣徒，以及到现在这所有中正兄弟姊妹，为着主你的圣会，为着你的圣殿，为着上帝国的事工，而且所奉献付出的，主也是照因所有的，毋是照因所无的。愿主你恩上加恩，日上加日，福上加福。虽然还阁有无轻的负担伫因的心情。总是这是要互因做经验的主恩丰盛的机会。愿主也透过正教会，会当成做正教会祝福，也成做大林园、大中文地区百姓的祝福。愿主你是家的光景，而且来显明福音的大门，而且来大开。主你将得救的人也日日享受伫这间教会，也互兄弟姊妹伫这段过程的当中，经验到主你长阔关心的听。愿主你加添信心，加添稳定，加添帮助，也互因要来新的牧师做伙同工的时，互因看起主怎样施恩带领，互福音得到广阔，主的国得到兴起，互众人也因为因来得到福气，也互因也因为主甲众人彼此成做祝福，以及美好的见证。献上阮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求，阿门。好，咱将时间交师会，回应先，好来。这是咱的吟回应诗。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
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到你。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求圣神来帮咱，请咱起立来敬全首。是咱请李牧师来主持咱的会员特会。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吼，互咱会当伫一年一摆好会当中，咱做伙关心主的教会，也是你我的教会为着过去一年久，主对咱的教会引带，我想毋单对咱的教会引带，透过遮个也看去上帝怎样对兄弟姊妹逐人的家庭家属引带，真正是充满着丰盛、稳定、甲疼痛。咱若将这当做一个芳芳的祭。献到伫主的面前，总是咱也知影咱检查有做无到遐所在，咱求主加添稳定开力，
互咱入要来新的一年特别教咱新的潘牧师会当伫过去一年好的基础顶面来忠信，来见证荣耀上帝名里证人。这是咱来就位议长甲书记咱即时先来组织就是点名咱遐书记来志工长了带咱来做点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条日暗要先会进前有来点名，请咱下面迄个主礼岛的部分，若有咱的同工甲邀请一下我即摆开始来签名。如果有叫着名，咱请发约还是举手，阮知影一了做登记。是中区柯秀、吴秀丽。伫楼骹，有啊黄玉美、李婉欣、黄银华、吴秀莲、陈妍如、林基官、贾丽珠、陈玉梅、陈玉英。咱黄昏区黄丁秀、麦雅慧、黄庄伟、吴佩珍、白秀珍、黄文丽、肖桂敏，毋是用我本人刘美仪，黄新敏请假，黄以新请假，季冠勇。苏慧平，西溪区刘祖义、聂秀月，刘文典、李佩珊、刘文静，李敏秀。刘安迪、郭大千，快些！刘美娇、高以恩、高以诺，5年份有请假刘主宝、李仁香，莫多梅、郑梦圆。郑梦竹，陈志信请假，杨丽春、杨丽香、聂秀琴、麦雅树、吕义杰、李崇胜、许林芳、洪水颖。张素咧，咱林门区柯玉昭、徐一中、杨慧晶、徐文川、李慧茹、罗金体、李胜贤、夏安南。柯炳汉这有请假大地方有请假。黄明勇、林佩珠请假，黄思然请假，黄恩婷、林宏景、黄建华、林嘉恩请假，林慧文请假，王雅玲、楼骹，王维军、谭立安。高雄区罗贤勇、林丽美、牧师伊条报告到咱小会有搁确定咱今仔日应出席是
64名吼，啊，所以咱过半数是33吼。好，咱请司仪甲咱点一下。谢谢。好，而且牧师来宣布吼，咱点名在职会员有105人，因扣除名额31人，因出席吼74人，啊，总是咱小会大搁一届确定人数，请假10人，未出席的12人，实际出席48人吼，我有报告吼，咱过半数是13吼。好，而且宣布咱和会出席过半吼来成立吼。兄弟姊妹，咱嘛甲家己鼓励啦吼。好。好，牧师即时带做圣会祈祷，听头阮爸爸上帝满心感谢主恩典，为着阮中教会过去1年久，得到主你丰盛恩典，因带来献上感谢。今仔日阮组织所有兄弟姊妹来调开这会员和会，感谢主，互阮顺利来成会，而且互阮共同来关心主你所交托阮的圣工以及教会进展。总是祈祷当中，阮也看起为兄弟有多合，为是身体欠安，其他因素，伫祈祷当中也求主来帮助伊伫看顾、保守、带领，也互阮伫主内面将这一家、将这一体是继续互相三关心、三同行，信道相通，互主的名得影响。阮将今仔日的和会接续的仪式过程，恳求主带领，互阮一切拢平安顺遂。得到你的引带，祈祷感恩，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按照咱和会的顺序伫咱手势顶面咱下面来进行事工的报告。首先，请社会报告，请黄定秀长老。这平安。咱先开咱的手册第5页，咱手册第5页咱这个小会就是旧年度的咱教会所有的事工我直接来报各咱的重点就好了来，咱来看咱这个第3点咱教会伫旧年度都举行圣餐3遍咱遮的人数出席甲奉献咱家己来看。来，咱看第6第6就是咱公中会。有派任咱草的教会李正庆牧师对今年开始为咱本会议长啦所以咱今仔调开好会所以咱一定要来主持咱的好会伫遮我代表教会来感谢咱的议长，咱拍拍开欢迎一下。谢谢。好。第7。
咱本会建堂已经完成吼，所以咱伫旧年度3月23日，咱正式来搬来到咱的新教会，咱一只来做伙来礼拜。第八，咱本会新来合作社建堂贷款，就是有2100，这是行了的啦吼，咱有行去，行了就是欠21296000块啦吼。咱伫即个旧年度，咱7月再搁一遍甲因签约，就是拢完成即个，就是无信贷啊吼，就是敢若拢有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的利息较低吼。来，咱分期是30年，来行，所以咱前3年就是宽限期，咱每1月日，咱敢若付贷款利息大约啦吼，差不多42000块。第3年后，咱即个贷款。搁贷款本金，搁加上即个利息，大概啦吼，咱差不多得爱付11万块左右吼，就才甲咱做报告。第9，咱伫旧年度9月28，咱有举行临时会会，咱有来总集来改选。即个改选的结果就是我只甲咱报告一下吼，就是长老当选人有黄定秀，我像我简略，黄定秀、柯有昭。黄志强、黄明勇、郭东明、林凤正等6位长老。这次当选人有麦雅慧、李敏秀、李义哲、郑梦妍、黄建华、狄秀琴、王雅玲等7位这次吼。来，第10项咱小会有通过吼，就是咱有聘请这个潘家群传道师为本会第7任的牧师吼。咱定伫这个。这是旧年咱定伫2020年2月8举行临时会员大会，由会员来感选牧师啦吼。这是咱伫今年度的时间吼。咱来看第14点吼，咱这个2026年，咱本会各团体新的会长，咱有妇女团体李敏秀会长。主席了刘美校长，青年团体陈志信会长，少年团体黄家乐会长，敬拜赞美团林凤正会长，少年团体刘子怡会长，这以上拢伫旧年度12月7日，拢已经就任完成吼。咱伫16，就是咱伫旧年度，咱有推出咱2025年本会查小员，就是有叶秀琴执事甲。纪冠良兄弟等2位吼，咱17就是咱本会2026年的第2长老，也是我本人。搁过来就是咱19项最后一项，咱本会2026年小会总集会组织，咱的议长就是李正乾牧师，书记黄志强长老，长老就是有黄定秀、柯国昭、黄志强、黄明勇、陆东明、林文正等6位。这次有麦雅慧、李敏秀、李义哲、郑梦妍、黄建华、狄秀琴、王雅玲等7位这次我直接甲咱报告咱小会旧年的记录以上。好，多谢听首歌吼，甲咱报告小会的时间吼，有兄弟姊妹要鼓励，也是请问的无？好，无就先多谢听首长老，咱下面吼请中执会来报告，第7次。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即摆我来报告咱2025年中执会的事工。第1点是组织是咱有议长是丁牧师，第2长老是黄志强长老，书记是我本人。长老甲执事，就是咱第17届的长老执事，请咱家己来看。第2点是阮有召开6届的会议，日期嘛如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主要阮议决甲办理的事项。第1小点，阮有研讨受难周、搁活节、母亲节、培灵会、父亲节、野活礼拜、感恩节、圣诞节等遮个节期的聚会的内容甲活动。第2点，因为建堂委员会交接了后，阮阁有来做新礼拜堂的设备。购买，阁有安排一寡
相关的管理的人员。第三小点就是伫6月份，我有来举办培灵会，旧年是邀请讲师林进乐团队来做培灵会的讲师。第四小点，我有伫8月17号就是举办本会自己的野外礼拜，地点伫美浓的德旺度假山庄。第5小点就是伫11月2号，咱的第18届的中职已经来做就任的仪式来完成。第6小点，咱伫11月23号有伫教会来举办福音轻松讲的分享甲训练。再来第7点是12月21号，咱有举办圣诞节大聚餐办桌，啊，搁有咱礼拜煞的爱餐来安排。第8点，阮中职会阁有新早各团契的完成事工，阁有2022年有定事工甲有决选。第9点就是今仔日咱的会员大会，咱有来制作就是手册70本。以上是中职会的事工。好，多谢迄个电子书吼，针对上少的时间报告，兄弟要请问还是鼓励无？好，无咱拍扑啊吼，中职会来因鼓励吼。好，下面咱来看教会财务的报告吼，看请李敏秀执事吼，敏秀去说。大家平安，我来报告按教会财务请现费手册18到19页。按来看，迄个经常费收入，按来看咱的收入决算，经常费收入合计是2212452块，全校收入合计是2282596块。2024年度的结准是1173472块，收入总计是5668520块，支出总计是4322416块，收支对除本年度结准是1346104块。安尼报告以上。好，关于咱李执事的报告，兄弟要鼓励请问的无？好，若无吼，咱嘛靠好甲因鼓励吼，这会师务同工吼。下面是咱教会机构事工的报告，审查甲接纳吼，拢总有8项吼。首先咱看国部预定事工预算表吼，有这6位长老吼，咱来做报告吼，来。洪正长老吗？好来请。建筑基金吼好，安尼请洪正长老预备一下啦吼，嘿。好，迄个建筑基金的部分哦，咱来看手册19页吼。咱来看19页。这下骹是咱的建筑基金吼，咱的头一部分就是咱1月、2月、3月、4月，1到12月，咱的每一个月的收支的明细吼。来，咱来看本年度这个所在着吼，咱本年度咱实收实支付的合计吼，就是咱有收入9866134块，咱有支出9523862块，所以咱这个建筑基金伫旧年度拄有剩342272块吼。以上直接甲咱做一个报告，其他的咱家己来看一下安尼吼。谢谢。好，关于迄个建筑基金报告，兄弟要请问的还鼓励无？好，好，咱嘛家己鼓励啦吼，因为咱拢做伙关心伫教会吼，这要建筑事工，下面请洪先长老。
平安。咱看一个手册第11页吼，这是咱传道部每年的事工。因为咱传道部伫每年顶半年度，咱教会有真重要的庆典就是要献堂牧师就任，所以咱就无摆事工吼。特别咱对6月开始，教会的培灵会伫6月13到14吼，咱要邀请万丹教会王浩伟牧师加上因的敬拜团来甲伫咱的教会王浩伟牧师伊对教会转化对万丹教会整个转化伊真有经验。我就邀请伊来教会做一个分享伊的主题是教会建造甲教会体一个改变这个预算是差不多伫咧2万块。第二项就是感恩节报的音乐会，特别邀请到有法国布道团因所有的团员伫感恩节前一礼拜当然感恩节迄个拜六就是11月21号拜六的延暗因会来遮做即个布道。希望咱的兄弟你会当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第三就是今年度特别有的就是中级的退休会伫10月初9到初10咱特别咱新的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咱要甲伊3天有一个退休会的时间了解牧师整个要对教会带领整个伊的异象咱教会要整个来配合这是包括中级训练研讨种种。第4项就是要甲咱的礼拜部来主办这个圣诞节的暗会圣诞节活动这个预算是由礼拜部来编列所以咱传道部2022年总预算支出是55000块。以上报告。好，关于风景长老的报告要做请问的无？无咱泡泡甲因鼓励牧师提出一个小小的地方，长职退休会那个休应该不是迄个休啦是休息的休啦好，好，咱下面来请迄个表演迄个教育部请黄志强长老来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教育部来报告。教育部伫咱教会当中的建立的目标，就是会咱建立即个门徒训练的系统的各项的即个课程，伫咱前几年有其他教会甲咱斗协助帮衬咱会有陆续来举行即个纪要真理班的即个训练的课程，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甲咱的同工有陆续有参与伫即个训练当中。即个教育部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会当教育咱的门徒落实伫每日读经祈祷的生活。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平常时就有灵修的即个好的习惯。毋过这是教育部的部分，会当透过这课程，会当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对即个每日读经祈祷的生活的培养好的习惯，会当更加加强。第三是培养信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分享主的听甲生命见证的部分的一个辅导，主会当帮助伫咱。特别伫阮每年咱咧执行的计划顶面，会分顶半年甲下半年的即个训练。即个目前教育部所排列的是有2种，一个基要经理班，基要经理班的即个训练，另外一个是慕道班师资的训练。这每一个拢有12周，也是12课的即个过程。因为配合伫咱教会要来即个新任的牧师，伊的即个为了佮和伊咧接合的当中，会当陆陆续续即个课程来推行。即个当中因为配合着即个真理班的即个教育的即个训练的需要，可能爱买一寡其他的即个书籍即个辅导的书籍，所以教育部今年有编列是18000块。另外，就是教育部叫咧敲找就是要办即个协谈教会当中有即个协谈培训的讲师的部分目前还搁咧敲找当中，会当找到好的讲师来帮助咱来学习即个协谈的部分。第三，就是完成纪念品就是咱的只要真理班，如果咱完成训练，拢会送一个纪念品，兼制作即个周边的即个餐费总共是5000。另外就是咱学生的奖学金15000块，
各团契到参加教会外即个训练的活动费编了1万，教育部或是即个今年度所编的预算金额是52500块以上。好，多谢志强长老吼，针对咱教育部的报告，有要向这做请问的鼓励无？好，若无咱把感谢教育部同工甲因鼓励吼。好，下面咱请礼拜部科育校长吼来报告。这请咱先开13页，咱先开13页，咱来看。13页，咱第一项事工的预定，主日节庆的插花，咱来看头前，咱逐礼拜拢有真水的花吼，献伫咱的伫咱的教会遮吼，咱逐礼拜拢有通看见。这嘛是需要人力个时间咯吼，咱真感谢也是立春、佩珊、香婷几位姊妹。因愿意奉献因的时间出来服侍吼，再来咱看第7项吼，第7项野外礼拜，咱今年野外礼拜一期，遐写10月25是减1天，咱是2天的。咱的中执会内底有开会讲吼，一年1天，佮过1年了就变2天，所以咱今年是2天的吼。所以咱的时间是10月24到25，拜六到礼拜2天吼即个地点，那我已经拢有准备好嘛，吹出来啊吼，就是双湖度假村吼，香湖度假村，即个到时阵咱10月25的时阵，24、25即2天就是咱的野外礼拜，再来咱来看第8项吼，咱的礼拜部有培训吼，咱教会即马目前1楼拢有以前咱的男牧师娘吼。来咧教钢琴，照常搁成立吼，咱的鼓嘛有继续咧学吼，但是咱的鼓有2个学员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所以有无想要学。即马若假使讲咱的弟兄姐妹，恁若有人想要学，会当搁来甲我讲吼，会当补人数起哩安尼。再来咱来看即个第9项圣诞节庆祝。咱第1项，咱有要配合你们建教会，咱逐年拢有联合来举办即个圣诞节活动。咱今年嘛是有要伫伫溪洲即个夜市遐，吼。咱的时间是3月28，拜六即内底无写，总是阮拢已经规划好，我直接做伙甲咱报告吼。3月28，拜六是5点到8点。为什么会用迄个时间？为什么会用5点到8点的时间？吼，足紧就到啊！即马是来，即马是3月1号吼，所以真紧就到啊！所以咱用迄个时间，就是因为咱伫遐有即个咱有请林正路传道吼，伊伫遐布道，搁有伫遐有即个分享，搁有即个我看电影《万王之王》万王的王吼，咱要看一出电影。所以咱伫迄个5点到8点，吼，就是5点到8点。为什么跨过那个晚上的时间？迄个5点5、6点我食饭的时间，因为看电影必须要爱有暗时才当看，吼。所以咱就用迄个时间，由咱的教会的团契，咱家己来招咧，各团契招咧。早咱的暗时的食物来去遐野餐，包括敬拜，包括听上帝的话。包括伫遐看《万王之王》的电影，安尼恁知吼，就是即个联合的事工。再来第2项，咱对咱家己吼，咱今年有教即个团队部吼，其实礼拜部嘛早就拢有计划，阮拢开会过。但是因为即个伫感恩节，团队部因有请即个无花果的布道团，吼，因来咱教会要做即个活动。所以咱配合因了，咱过来煞接就是圣诞节啊，足紧的吼。所以阮即马搁伫即个咧讨论当中，所以嘛是会举办，但是看用啥物方式。过来咱来看经费，好，第2项经费，伫即个教会新教会即个献堂甲传道书项目的咧典费吼，即个30万，咱进前编20几万，有咱的同工，咱的兄弟讲伤少。
吼，咱算真正伤少，所以今年咱就甲预算30万。咱的一期小会已经有采决过，已经有开会过。咱现场甲牧师的团队的项目，就是要伫5月31日，吼，5月31日，5月5月份5月底就是礼拜日的下晡。所以即个经费就是30万，内容拢写伫内底吼。过来，咱来看即个第4项音乐组的正有要训练司琴、东港甲指挥。剩的我无报的，拢是咱的例行必须要执行的嘛，已经咧执行的。我有报的，就是咱有改变的，直接报个以上。好，多谢个。经费总经费是599000块。即个因咧讲，我算的即几部内底，就是礼拜部上济经费的支出是上济吼。因为咱拄着现场甲录制项目报告以上。好，多谢玉小长了详细的报告。咱兄弟姊妹要请问是鼓励无？好，咱拍拍教遮礼拜部的同工来鼓励好，咱接续来看迄个14二东的长老来关怀部的报告。即咱来看14页的所在因为我是关怀组伫当中嘛有分探访、交易、搁婚丧喜庆，伫遮交易阮探访关怀的当中我有预算交易的部分是1万块，迄个。拢总的支出是5万块以上报告这是关怀2026年写2025年以上有啥物要请问的无？好，那无咱多谢二长老来。好，下面咱来请丁首长了做财务部的报告。财务部本来往年是无财务部啦，财务组，这个是归属伫总务部。因为咱今年有选出6个长老啊，所以6个长老伫咱有一个部长通做安尼所以这个加一个财务部出来来咱看这个财务部的这个伊的种迄个责任就是伊的事工，就是第一，咱财务人员的训练就是出入会计。财务管理等等就是咱训练咱教会所有遮的各团体的迄种会计出入的人员毋问咱的即个财务系统会当大家拢会当进入状况愈做愈好咱毋是用人做管理，咱一定要建立制度，用制度来管理遮所有的会计出入遮财务等等第二就是咱教会咱预算编得较控管咱知影咱的预算咱有当时咱毋知影的咱会当来问咱的迄个民宿甲义姐两位执事因做这真有经验嘛真内行咱若遮各团体毋知影要安怎来做咱的教会校务，咱会当来请教因两个人来就是讲咱的财产登录清册咱的财产登录清册，咱本来就是有总是呢，因为咱即摆咱知影拢电脑化的时代，所以呢，按算今年度我会甲即个咱的财产要安怎来做伫电脑内面，互伊迄种迄个制度化伊甲咱若入去电脑看而且电脑阁袂无去，共款伊要有迄个有纸登录啦但是伊要做伫迄种电脑的内面伊也互咱。所有的遮的后壁人拢会当世世代代来甲伊传落去，无当时纸张有当时伤过久无去，是看无电脑拢袂啦所以咱以后咱就是甲财产要登录伫迄种做电脑化的一个登录搁再有就是头一个第二项就是，你看你讲迄个咱以后咱的会员、洗礼
种种这所有的资料，咱若会当，咱年仔来登录伫迄种电脑的内面。当然这两项代志，我会来提出伫迄个中执会，咱来做讨论，来决定。以上我直接甲咱做简单的报告，多谢。好，多谢丁首长了吼，对财务部报告吼，特别对教会这财产吼、会员的资料吼，咱有迄看去，要电脑化吼。好，原主事吼。好，有兄弟即摆要请问的，也是鼓励无？无咱拍破嘛，甲即个财务部的同工吼，来鼓励吼。接续咱来看总务部吼，请黄明勇长了吼。各位大家平安。请迄对手册15页吼。今年我做总务部的，我来报告。第一，阮有3个小点，就是财务组，就是有财务人员的训练，出纳，教会嘅财务的管理，事工积极的一寡活动吼。第二个收建组就是讲教会一寡设备，若是有要修理的。若是有新的设备要增加的，咱会使来直接做。第三就是保养，就是咱教会福音车、音响、冷气、电脑保养。以上的修缮甲新的设备费等啦第四就是咱总务部的预算的编列啦就是以第一有教会事工有编列40万，就是包括后壁的一寡爱餐、献生活小组、文书、教会一寡的清洁第二就是消磨品费就是编列10万。咱有一只有足侪的消磨啦一寡影印机啦，还是迄个饮水机要换离心一寡的清洁的消磨的编列。第三就是油电费。16000块就是咱的教会电费、网络的费用，第四就是水电费咱有编列25万。即今年咱新的教会可能用电有较济啦所以有较编列较济一点嘛所以这是咱教会全年度的水电费的预算希望直接呼吁咱会使随手若是有看到电话无关的，还是你有看到啥货，咱会使随手关电，来节约咱的教会的水、电的使用啦第五就是旅运费，就是咱35000块，就是咱的财务训练的报名费甲邮资啦第六修缮费6万块，就是咱的一寡杂志，就是咱平时看袂到的，可能咱要来用的一种物件。第七就是租金，就是4万块，车辆、影印机还佫有规划的一寡支出第八就是备品的设备30万，就是用新的这个有以后就佫有买啥物物件，新的用只要用无到的，佫要加新的就是30万佫有第九就是保险费13000块，就按教会福音车的保险。阮总务部伫今年有2026年，阮的总预算有支出有编列1114000块。我来报告以上。好，多谢在总务部黄明勇长老详细报告，兄弟姊妹要请问也鼓励无？好，若无咱嘛鼓励迄个在总务部的同工才讲，不好意思，迄个兄弟请阮倒一位嘿。嘿。好，咱人数伊这边啊
好，多谢这兄弟吼，咱共同关心吼。好，安尼有其他兄弟姊妹要相关心的无？吼，啊无咱先，真多谢吼，咱遮各部的同工吼。好，若无接续咱来接续咱各团契机构的报告，好无？吼，咱来请问，请讲，会势。嘿。哦，并无安尼。15页吼，好，好，啊，这我想咱好个建议吼，咱都来小会吼，再做调整啦吼，这个部分吼，好，啊，咱请书记吼，志强长老吼，甲伊写起来吼，这个。兄弟姊妹关心好的建议吼，就是讲咱有既然有财务部，啊，就从总务部的财务所吼来并过来制定吼，啊，正做财务部的事工，吼，安尼好无？咱财务拢真清楚啦吼，嘿，好，多谢兄弟姊妹，啊，来各位做请问的无？啊，无咱请各团契吼，咱首先来请水二事工吼，啊，甲因的财报告，请刘美仪校长吼。平安。平安。啊，我先来报告，我是旧年的校长吼。啊，我报告了，较互阮今年度的新的校长来报告。你掀开26页，完成事工吼。伫第3点吼，阮的师资训练阮无做，因为有时阵教会活动会强碰着要去外口总会师训吼，所以。啊，不过阮伫开会当中，阮老师拢会讲出阮的经验，讲出阮甲小朋友的方式，阮拢会分享吼。啊，搁有其他，阮大部分拢有完成。来，发算的支出，伫零修费是12188，伫事工费是27458块，事务费是9762块。伫决算的收入，阮的捐赠收入吼是60000，阮有动用着预备金吼30000块，所以阮的总收入是90166块。来看上面底遮吼，前年阮的结存有141168块，阮有奉献伫建堂主日学奉献建堂50000块。阮有挪用预备金30000块，啊，整年的利息是728块，搁加入去年的收入90166块，支出49488块，所以伫2026年，阮搁注入个有102654块以上。我想做报告了后，兄弟姊妹关心请问吼，咱来请新的水的校长吼，刘美义校长吼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今年的主日学校长。我来报告阮的预定施工，来看第10点遮，我有鼓励小朋友见证分享。这个是阮第一日要推这个事工。啊，搁有11点，这是高年级和少期的联谊。啊，12点这是阮主日学，阮有一个规定讲，我若选一校长，就是一任就是2年，所以我就是2年27，对。然后我来报告一下阮的预定支出，维修活动费是18000块，18000。啊，事工费是42500，事务费是10500块，固定的收入，关键的收入是64000块，预备金是7000块，阮的总计是71000块。好，
多谢前甲现任吼的校长真详细报告。咱兄弟姊妹有要请问还是鼓励无？若无吼，咱用一个呼声鼓励遮做老师吼，一个时间吼来。好，咱接续来看青少年团体吼，由迄个陈志信会长吼来做报告。不啊，歹势牧师读毋对伊吼。哦，好。好，谢谢，不好意思。我来报告迄个2025年青少年团体完成的暑假。我报告第6项。迄个林恒区的青年的培灵会，因为和其他的教会接触了后，拢因为有其他因的暑假安排，以及因的团体的人数有诶拢因为读册，所以就无伫教会，所以即个培灵会的暑假阮就是暂时取消。来年的时阵，阮阁会继续来规划安尼。阁有迄个进摊的部分，我嘛会到2020年来做举行。阁有第7点，阮阁有伫去年邀请大家来做伙来参加咱新教会的 logo 的设计。即个设计嘛，伫2020年的时阵，阮会做衫裤以及伊的周边的商品。另外就是咱青少年拢会例行的举行的代志，就请咱家己来看。我来报告去年总共的支出是54420块，总共的收入是53251块，加上2024年结存的金额，阮去年总共搁存68952块。这是去年的部分。另外我来报告2020年今年度青少年有定要完成的暑假。阮今年度的暑假的标题是“定睛在神与主同行”。咱会刚看到29页顶悬的迄个字，就是因为阮今年会用小组的方式来做聚会的生活，就是有迄个信仰的灵修的培养安尼。主伊的谐音就是含主同行的意思。阮的分组是少年甲社青的部分，爱年聚会时间拢会无共款的时间来做聚会。另外就是拄仔有讲到的，就是今年度第7点，阮会做迄个 logo， 迄个用新教会 logo 来做衫，阁有伊的周边的商品。另外阁有11点，就是少年团体因会家己举办一个活动赢，这个阁会邀请就是教会来的，就是较大汉的囡仔做伙来参加。这活动若规划出来，阮会阁甲助理2来，就是做伙接触呢。另外，阮阁有第6点，阁有和助理2因有合办联谊的活动，这是去年开始的一个活动。今年度我嘛会阁继续来进行。另外，阁有12点的进摊的活动，是因为去年无完成，阮今年会就是伫咱林恒附近的海边来做一个进摊的活动。阮今年度有定的支出是11万，有定的收入是11万以上。好，多谢青少年团体吼的报告的时间吼。有啥弟兄妹要关心要请问的无？若无咱嘛拍鼓甲鼓励啦吼，嘿啊。好，咱下面接线妇女团体吼，请敏秀执事吼。大家平安，我来报告妇女团体完成暑假甲预定暑假，请下开手册30到31页。阮113年度的结存金额是86522块，扣掉决算支出66082块，加上决算收入的54571
114年度的结存收支对数是75012块。按过来看2020年伊定时间11点，今年阮妇女团契灵修营伫2月27、拜5伫教会举办。原本阮拢会去外口找场所举办，今年度阮改伫教会内底举办。阁有16点的手工班，伫1月24教会有制作儿童队，阮会继续无定期举办，邀请妇女拢会通来参加。阮今年度的预算收入甲支出是55000块报告以上。好，多谢妇女团契吼，秘书长即次的报告，有兄弟姊妹要请问鼓励无？那我嘛甲妇女团契甲因鼓励吼。接续咱迄个敬拜俄乐团契的时间，咱请洪正长老。兄弟平安，我来报告敬拜俄乐的完成时间。敬拜俄乐就是咱主日甲特别节庆吼，咱教会敬拜带领，教会这边有分做4组来咧带来咧带。伫顶个咱有即个音控人员的培训因咱新的教会成立音控有足侪设备需要学习，所以由敬拜乐团有派诚侪人来学习所以咱看见咱即摆音控人员拢已经就位啦拢已经就位。来就是培训乐所的部分咱利用即个时间咱交等于互即个礼拜部来办理交等于礼拜部来办理。咱的咱来看即个钱额的部分咱的2024年的结存是5790块，加上咱2025年的收入74740块，减掉咱的支出53482块，所以咱阁有结存27048块27048块。咱来看即个预定时间的部分预定时间的部分共款咱是主日甲特别的教会节庆的敬拜带领来第2项就是咱团契有办退休会，第3项就是年度的主餐，第4项就是参加咱敬拜俄乐的训练，特别伫第5项咱看见咱教会已经开始来培训即个主领特别咱有看见足侪新的主领起来咧带领咱教会敬拜俄乐来像郭老师像亚玲特别咱看见咱顶礼拜咱的佩珊无简单开始起来带敬拜俄乐我相信咱伫培训的顶悬，咱会当互咱的教会佫较侪人愿意徛出来来训练就像拄仔牧师所讲的咱咧服侍咱毋是靠咱的能力咱是靠的是咱有一条愿意的心咱伫即个预算的支出的部分咱是55000块伫预算收入嘛是55000块希望咱大家当特别为着咱敬拜俄乐多来奉献大家我徛起来，我希望大家多来奉献因为大家若看奉献拢跳过敬拜俄乐所以敬拜俄乐嘛是真重要所以为着敬拜俄乐多来奉献。以上。好，多谢洪庆长老对迄个敬拜俄乐团时间的报告无说补充一项咱今年高南区正教会年底吧应该有要伫临恒迄个国诗歌的观摩当然无一定是迄个诗班咱就敬拜俄乐嘛会当参与我想会当透过安尼彼此学习好，无咱甲敬拜俄乐团去甲因鼓励系啊。好，接续咱请双联团契请老师与长老老师与会长甲咱报告。牧师兄弟姊妹平安。搁叫我报告，因为这是有足侪，我无啥话真感谢上帝，伫一年来上联团契伫高雄中华上万一间家就61间的教会，咱上6月一间好到2年久了。我有带这上联去伊旅游。
参加双联统计，头几生我是还有做烦恼，到底上要做啥？拢无人要拖，啊无法度老嘛是爱拖呢，来拖看卖啊，啊无想着讲啊真感谢主呢，捌三个，捌三个，我无紧，这吼咱第二只咱家己看，我则报告阮双联统计经验阮听，捌三个我拄无伫厝啊，叫一个长老甲我带出，我转来看阮三个，我听一个心足酸呢，一间教会啊三个来参加双联，啊怪个是吼，三个就真少，拢留平均拢还有8个、9个、10个咧强啊，真感谢上帝。啊双联团契啊，阮咧有算是啊都2万啦，总是啥咯？有时啊讲有算2万，有人讲啊，逐个献少个献济，其实阮双联有时啊会辛苦鼻疼，啊有时啊会我迄人，啊我拢有去甲伊关心，感觉互真温馨了了，啊真感谢上帝，啊毋望为着双联团契来祈祷，啊毋望咱遮个差不多65岁左右的教会兄姊妹踊跃来参加双联团契，啊来教会而且10点到11点1点钟，来伫遐祈祷，伫遐读圣经，伫遐吟诗学到上帝，愿上帝祝福。阮双联团契这拢有伫咱的手册内底安尼看，咱这捌字捌个看者，若有啥物问题对阮来反映以上。好，多谢双联团契随着报告咱大家鼓励好，教会随后小朋友是咱的宝而且双联团契的年长的老大人嘛是咱大家的宝愿上帝先赐福。好，下面咱来看迄个博爱基金的报告再报告评汉会长讲请假，毋知有请谁代替报告无？无请丁首长了啦来。平常请请假我代替伊来做报告啦来，咱来看335页博爱基金，咱这已经差不多有到今年拄3年啊因为咱即摆咱教会就是无咧博爱基金无咧运作，为什无运作？可能就是种种的原因啦经费的问题、人员的问题嘛紧咱议员，即个是真好的一个机构，博爱基金最主要是咧关心遐个弱小的兄弟姊妹毋是干那支持咱教会尔，是支持教会外所有兄弟姊妹因为咱的经费拢有限啦所以若是要甲逐个人关心较够，要来互伊遮金钱可能咱的财务无够啦所以咱即摆咧讲暂时请保留，总是呢，你若是有个案嘛会当甲别人长老讲啦伫普时啊，你知影，即个人特别需要咱教会伫金钱上、伫物资上甲伊帮衬的，咱会当甲咱的别人长老讲，用个案，咱无用迄种讲拢随时去共帮衬，无用个案咱若安尼咱就负担袂起来，咱来看咱即个伊即个113年份奖金是43676块，咱加上咱的管辖收入是1355块。所以咱即个去年度咱的即个奖金就是博爱基金有存45031块2026年，咱遮有写咱注意看就是讲，咱依照实际支出情况甲遮出的45000块用了就无啦所以伫遮甲咱报告嘛是有咧做，只是无咧运作啦嘛是会当做你只要你知影有迄个个案会当来甲别人长老甲伊讲然后别人长老来甲因帮衬我就遮甲咱做一个以上报告。好，多谢丁首长代替即个博爱基金的报告，有啥事要关心请问无？若无咱请咱继续关心下面咱来请3小来报告，请绿姊妹甲季弟兄来这两位。各位好，我检查各团契的财务状况45页到
后壁吼，这拢是各团体的财务状况。啊，我比较重视的是金钱方面哈，他们这一次的金额都很正确。啊，还有就是他们这一张以前都是我们协助他们写的，可是这一次今年的这个财务表都是他们自己写完，我在检查，所以在这方面各团体的会计有进步，希望继续，谢谢。好，多谢张小王的报告吼，啊嘛一档真新的吼，咱看弟兄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直接报告吼，我咧查小英，咱教会有第年中一摆，甲年尾一摆吼，所以讲第年中的时阵吼，若有建议的时，我拢会用一张便条纸吼，一个 tip 吼，就是讲一个便条纸，再搭在遐里顶，因为我无想讲建议吼留在正式的文书里顶做记录啦吼，所以讲吼，我如果有改善，年底就没有了，我就在笔顶签名安尼吼，这是我个人的做法。直接有2点吼，第一点吼，46个的部分吼，这双人团契吼，面顶这张是，就是我头拄咧讲的便条纸，因为到年底的时阵吼，歹势我讲较定吼，就是讲没有改善，没有任何改善吼，继续维持原状，所以讲我就无签名，所以讲面顶这个毋是我的签名，这是我的便条纸吼，所以讲双人团契咧。这我原来要报告的第一点就是讲，我看到咯，双周嘅去年都已经有讲过一摆啦吼，开会时都有讲过但是今年佫共款吼，迄个所谓现金拢放伫身躯边吼，无摕去银行寄吼，我是建议讲吼，留一个周转金在身躯边就好，剩的吼拢欠落银行。即摆银行足济，咱人民地区毋拿，敢若玉山银行有合作金库。有第一银行、阳信银行、有农会、有渔会，拢会当欠吼。所以建议哦，咱即个商人团契，莫甲现金放伫身躯边吼，那个是风险吼，那个不是拥有，那个是风险吼。过来就是关系咱教会的财产吼，头仔顶时顶有报告啦吼，讲咱要记了电脑啦吼。这总是讲有想法吼，真好啦吼，有一个总是讲要有一个起点啦吼。所以讲年中时我就建议一摆啦吼，年尾到年尾时拢还袂开始进行啦吼。我相信讲这毋是一个人我就做的，这应该是一个团队吼。这团队毋干若一个人去讲咱这财产偌济吼，你一个人做袂来啦吼。咱会当做真有，咱嘛会当做真简单吼。真有，比如讲这几个插座，几个插头，这就做足有。你嘛会当做足简单讲这个港台的设备一批，你嘛是一种做法。无就是倒一种做法呢，拢会使但是总是爱有进行，无进行就等于无做这是我2点的建议，谢谢。好，多谢吼，弟兄吼好的建议吼。好迄个商业团，我看咱无有家己的簿仔吼，拄老师长老所讲，伊是用去2-3档，去教会要用名义团契申请个簿仔，有伊的定数，咪亲像咱，我听讲即马个人开户嘛，无像过去较容易，因为即马政府拢迄个银行真严格吼，嘛今仔即部分吼。会当请咱迄个中执会甲商人斗关心啦吼，咱才会建议当时好势，还是顶手顶落来。我回应一个咱主席咱的机关的兄弟的抓小员咯，伊所讲的，就是咱的双人团契，即马无淳朴无淳朴因为吼，咱即马就是比做讲，咱即马较早的银行吼，也是讲互助社。拢会当用2个户名、3个、4个拢袂紧，即摆拢袂使。即摆若是一个户名，迄间银行你着，因为咱拢统一，就是头前3个才当发现啦。高雄中华中文教会，这就是一个户名，一定要用伊户名。所以咱即摆要紧，即点我来克服，这无问题啦。因为咱即摆阁有，即摆目前就是有即种13，阁有寄伫迄种迄个邮局。
啊，即摆阮即摆以后人家属讲青年团契，我会当起来办理伫迄个阳性，足济啦吼，足济机构咱会当来办理，迄拢一个囡仔就一个号码尔。啊，所以即部分呢，我会积极来办理，就包括财产管理即部分的即两部分吼，以上报告。好，多谢丁小长老吼。好，安尼关于咱遮报告部分吼，有啥事怎要请问的无？吼，若无咱下面来进行咱个议事吼，按即届拢总议案的讨论拢有总3项吼，咱来首先第一案，咱来请书记吼，志强叫先甲咱答议事议案的部分。即点咱来本次议案的讨论第一点，审查教会机构2025年到2026年事工预算审查甲接纳案，由咱的会员来提议复议，中集拄我，咱因为以上咱头拄仔各团体所报告的，咱是毋是有同意来接纳？有人来提议甲复议。好，牧师甲咱歹势吼，除了几位咱的长寿吼，牧师较实在，出来较无实在。如果你也要提议复议，请报你的大名出来吼。好吼，来。关于这项有兄弟姊妹要提议啊复议无？兄弟姊妹都方便来。酷手好，这兄弟好吼嘿。好有兄弟复议无？姊妹复议无？这位姐妹吼。好，刘美意，好。好，咱赞成的请举手吼。好，咱公决多数通过吼，咱请迄个书记志强就甲咱落记了吼。好，第二咱请读。第二案，改选2026年教会查校员案，应选2名。牧师说明一下，因为咱的进程吼，历秀琴吼，姊妹有当选即事吼，所以较不便。迄个搁做咱的查校员吼，气管杨弟兄还可以吼嘛，真认真吼，只是咱来提议，咱嘛有缘提议复议吼，公决就通过就好吼，因为这算推选吼，推选安尼吼，好来，丁小长老，提。好。谢谢。好，丁小长提议吼，毋知影有对位，这位兄弟会歹势。哎呀，来继续。好，毋知有其他的中心来。好，来有交点。我是甲贵阳兄弟伊查校的时阵是真，因拄则有讲嘛吼。真顶真。嘿，真顶真，有时啊较会得失啦。我毋过讲，我是感觉讲伊也是为着咱教会吼，会整个的金额甲咱的进程是好的。我感觉即个是小问题，只要伊愿意，我是讲伊若愿意，咱会当继续认真来做，安尼啦。好。好迄个冠阳这我说咱听到真侪，咱是针对事，毋是针对人，针对这个数额，这拢会当打合的啦。牧师用这2分钟来做分享。牧师即站吼误会吼，体会吼，感觉讲
哇，咱通做兄弟姊妹，甲遮基督徒真宝贝。较早带出来时阵较有邪气吼，这也无要十一奉献，这也无要礼拜，无安怎，无要服侍奉。哦，但后来发现讲今仔日咱伫台湾即个社会当中，基督徒是少数。兄弟姊妹佫愿意军队主委身伫教会服侍，当然咱犹原有真侪个进步的空间，但已经非常无容易。特别兄弟姊妹拢真用心，甚至嘛无造成整个社会负担，反倒是贡献真做更加严。所以牧师即阵看兄弟姊妹拢哪来哪古水哪可爱亲像冠阳弟兄也共款黑白就讲真清楚，这主要所讲这一以色列人真好安尼上帝将无共款温书能力才调直接兄弟姊妹放伫咱当中就是真做一个真做一体啦进前迄个中国春暖迄个机器人上帝无敢做机器人啦迄个动作啦哇，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特质拢上帝所看宝贵所以邀请过来弟兄可以做一年即个查小完好特别因为即个李世兴即事落来嘛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算道协助较好势啦无今年佫麻烦你安尼好无？无咱鼓励甲鼓励啦好，安尼无停手长了有提议即个冠荣兄弟，佫另外一个姊妹有人富伊做兄弟好，等下落来时阵甲咱熟悉牧师最近发现真的也不年轻了，所以有时候耳朵可能不知道要去戴助听器，已经重度近视毋知个要紧上帝稳定教也通用好，安尼有兄弟，咱迄个咱当然这位两位兄最后做咱的专校员咱做伙举手做来叫来表决来正前请举手好哇，公决通过多数赞成真感谢主，感谢咱大家。好议事第三案咱请书记甲咱读来。第三案改选2026年博爱基金会委员案，应选3名。这说明2023年有议决保留博爱基金的这个政策，这个校方目前由李玉姐执事来保管。好照咱议事所提好有人提议，有人复议无？来。丁手长都提议啦来有人复议无？来，中正后壁民勇长都复议，好赞成的请举手公决多数通过真感谢主，感谢咱大家。下面咱来请书记甲咱读这3个议案议事议决的部分。有。安尼是。好，抱歉啦因为迄个议事第三案迄个平安长伊较不便去受选，咱是毋嘛提伊一个新的人选来管理即个基金，我想真单纯啦真单纯，无真特别啦也是。咱除了迄个李玉洁执事，伊是其中一员，佫有另外一位啥物人？伊顶面只讲3名嘛安尼
传给是第会长当然会，啊，即摆就无现场选出3名，没有，即摆是会长，伊讲伊爱其他工作爱做，啊，但是伊即摆面前啊讲，啊，嘛咱嘛毋知，啊，所以讲今仔即摆就爱选出即个好诶基金会的会长，安尼啦。即个部分，牧师来，咱用一点仔时间讨论一下，看兄弟姊妹意见。好，来，洪先长老，嘿。咱是袂来讨论是毋是来并入伫迄个咱的关怀部内面，因为这甲关怀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卖互一个挂一个名伫遐，拢无地无啥。啊，你不如倒不如咱甲并入到我们的关怀部里面，加做伊内底一个迄个工作，一个暑假。好，若无其他的牧师愿意这个时份来回访吼，其实照咱定期会当中吼，因为即个破坏基金会吼，无伫咱的福利内底吼，因为小会、中级会各个团体吼，咱即本的。咱总会发觉今年用说安全，啊嘛真侪人真侪声，你嘛实在有人，不要紧啦吼，你逐工拢咧改法规吼，拢小咧上新诶啦吼。啊，内底吼，拢有迄个各团体吼，啊，包括即个基金会，因为这是嘛，互咱迄个各教会吼，为着系统诶宣告讲，包括奖学金啦吼，救难救助啦吼，咱拢会当有迄个机制应用吼，啊，但是法规无用，就是种甲看死伫即个部分啦吼。啊，我想迄个这个书第13案吼，因为咱有无共款意见，包括大家较知影讲迄个会长、平汉会长伊讲要死吼，我想无咱即案甲保留吼，咱送等于迄个小会、中级会甲详细讨论。啊，如果咱若要半日看其他的部当中吼，嘛当转由时刻，互伊会当发挥好个功能。吼，啊无即个时间吼，大家讨论吼嘛无无一个站啦吼，即个部分。啊，今仔和会要紧，我想就是第一案甲第二案吼，这嘛爱符合咱。即个总会、中会吼的规定吼，甲咱法规的规定吼，啊无咱即3案，咱先加特案啦吼，啊咱请书记吼送等于小会甲中级会，吼啊检查咱新的牧师来吼，嘛当针对即个项事看伊的意见，讲伊对伊好的经验，嘛当帮助咱的教会吼，而且相关的事工好推展安尼，好无？吼。好，啊无咱第3个特会吼，咱就请书记来读第一案甲第2案2个的部分就好。接下来报告咱第一案，新查教会机构2025年到2026年事工预算审查甲接纳案，由提议贺寿兄弟附议老李姊妹附议公发通会接纳。第二案，改选2026年教会查校员案，应选2名，张守长老提名范永兄弟甲所有姊妹，附议贺寿兄弟公发通会。啊，第3案，即个改选2026年博爱基金会幼儿案由主持牧师来建议撤案，撤销这个议案。上回中级会在中级会小会退会今仔小会再继续讨论以上。好，针对书记咱头即个和会议事宜个部分，要做请问的无？若无，咱就订录啦吼。好，咱和会到遮啦吼。咱应该12点才能结束吼。结束就牧师讲一个小笑话分析啦吼。我是甲伊。带我细汉查某囝仔伊小3吼，也有小学3年级哦，去阮附近的行人公园咧行呢。有时我去行路会看到迄个阿桑吼，就学你送眼镜吼，是阿桑看到讲，你带阿孙仔出来散步。我就甲伊讲，毋是啊，这阮查某囝。我那个小女儿她就不讲话，她就走。然后爸爸，你要去染头发了。我今仔看到吼，无论水长了、玉桥长了吼，恁拢无改变吼。我清华姊妹嘛是安尼吼，感谢主吼，这嘛是上帝互咱的恩典。愿上帝继续大大赏赐互咱中文教会。好，咱最后来吟上用的圣诗，圣诗512首，圣诗512首。
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好无？请师会来。请咱做伙起立来吟诵耶。咱同心来领受天父上帝透过今仔日主礼拜教会和咱好会召开，要互咱的恩典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扶持、勉励、感动、祝福，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亲。阿门。大家平安。